安静心，请走甲。耶和华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兄弟姊妹，请起立，咱来吟圣诗第2首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。在
愿徛地，三甲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正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去试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煞接，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。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被上帝大名，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这是咱三甲来启用，伫启用文31篇，伫圣诗后壁的1055页，启用文31篇，咱三甲来启用。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，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恁早早起来。晚晚才困，上主所疼的人，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。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，种地爸爸的人真有福气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恁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。恁的某伫厝内亲像高结果子的葡萄树。一声。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恁。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。这是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阿爸上帝啊，你疼阮世间人，创造天地的万物。互阮有美丽的山河风景通欣赏，你也想使阮有欢喜、有忧伤、有快乐、有痛苦。阮要为着这一切所有的来感谢你。伫一礼拜温困工作的开始进前，阮逐人来到圣殿，要用祈祷来为着阮家己甲厝内的人献上感恩，因为你的保守甲看顾，互阮无论是伫工作还是伫课业。拢通顺利完成到一个段落。当暑假已经开始，无论是学校、家庭、团契、朋友，整整的活动拢已经开始咧计划。嘛有人为伫暑假过了后升学，也是进入社会来工课。愿恳求主，你时时拢会当甲阮伫地，不管阮出阮入，你拢会保守平安。伫8月中。教会也常时咧筹备着敬拜团的音乐会、主日学的夏令营，以及牧师的就任式。侪侪事工，恳求主你赐下智慧、时间甲能力，互负责的同工，无论伫大细项的事工顶，拢会当尽忠合一，伫主的旨意。也求你的圣神甲阮伫地，互阮所做会通像保罗一样。阮伫社区中来宣扬你的救恩，来兴起教会，时常时也要归荣光伫你。
即时，请你安静阮的心，引带阮伫礼拜中，甲你的三交杯，也透过牧师所分享的圣经节，来进入阮逐人的心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主听咱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阮求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即是要请圣歌队来学乐，因今仔要唱的诗歌是《救主耶稣万福本源》。
咱感谢圣歌队的学老，这是咱来看圣经。今仔圣经伫4位较分散，所以看咱来看 PPT 较好。来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位是伫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第7节。上帝的道理那兴旺，伫耶路撒冷的学生、少爷加添真济，祭司顺服伫福音也济济。佫一位伫12章的24节。若是上帝的道理，哪开阔兴旺？佫一位伫19章的20节，主的道理大大兴旺得胜，有亲像安尼。上尾啊，伫13章的第1节甲第7节，伫安提阿教会中有先知甲教师几啊人，就是巴拿巴甲称做年结的西面。鼓励来人路求，甲分封的人群希律，当培养的马念以及扫罗，因服侍主禁者的时，圣神讲，就甲我分派巴拿巴、扫罗来成我调因去担当的工。对安尼，禁者祈祷，用手唤因，就找因去。因已经奉圣神所找，落去西流基。对遐搭船去古比路。第5节，伫撒列米传上帝的道理，伫犹太人遮的会堂，由约翰做因的帮手，行过探海树到帕弗，拄着一个行邪术做假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巴耶稣。迄人常常甲总督师求保罗三角店，总督是参明的人。伊调巴拿巴、扫罗来，爱听上帝的道理。以上，这是咱甲下骹的时间交予潘美惠牧师。伊今仔的讲题是凡事兴旺，教会建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来到南门教会，甲咱三甲来敬拜上帝。今早起我要用这个题目：凡事兴旺，教会建宗。咱今日伫21世纪，教会应该是什么种的教会？到教会什么种的教会是一个应神益人的教会？伫你理想中间，到底这个教会是什么种的？有人捌问甲咧和牧师讲，理想的教会是啥物？结果我要安怎会当去找着？甲咧和牧师就甲迄个问伊的人讲，假使你若找着，请你毋好入去，因为你若入去，迄教会就会变成做无理想的教会。问题出伫倒？是教会有问题，是人有问题？基督徒拢在敲找心目中理想的教会，特别伫80、90年代有一个真特别的现象，叫做游牧民族。有时伫一个教会，有时佮到另外一个教会，就走来走去，哪亲像你咧走教会，就哪亲像迄个游牧民族。所以，咱买那个思想，恁兜爸爸妈妈伫长老教会，你的后生无定着是伫灵粮堂，新妇无定着伫倒位，囡仔有可能是伫佫无共款的教会，哪亲像一个家庭会因为因所需求的，就在敲找无共款因理想中间的教会。若是安尼，你认为理想的教会是什么种的？才是你意爱？我头拄有甲2位长老在分享，咱的教会真感谢上帝，上帝有真大的恩典甲祝福，
咱有年长的，嘛有囡仔的。我有问咱的少年长老吼，我讲咱敢有断层啦吼？伊讲有一阵仔尔吼，所以咱会用看见长老教会又搁长又搁老的教会，咱的青少年足侪拢长去啊，找无。但是你青少年若无去，就是有可能你的囡仔嘛无。那安尼要安怎？我相信这嘛是咱逐个人不断爱去思考，什么是教会？上帝将教会形容是一个基督的身躯，身躯有骨骼、有肉、有组织、有结构，嘛有气息、有生命。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。但是这个生命的共同体，毋是政治的口号所讲的。咱讲的这个生命的共同体，是用耶稣基督最头，用基督最头迄个生命的共同体。所以，什么是教会？教会希腊语就是一群和上帝所呼召的人。所以，伫主日学卖问讲，什么叫做教会？有人讲安尼有十字架，有建筑物咧，就是教会。我毋知影你捌去韩国，伫韩国你若为机场要到韩国的时，下边看落，哇，拢总是十字架。捌有即种的景象，我是足久毋捌去，是毋是？即时阵抑阁有即种的景象。所以有真侪人，伊所想象迄个教会就是有十字架伫遐点倒，但是即个只要是病院嘛是有十字架，有卫生的机构嘛是有十字架。但是教会是被竞选的族类，是尊君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上帝的子民。所以教会就是上帝伊所听的囝儿三甲组织的所在。所以教会就是咱每一个人，咱包括就是上帝所呼召即群伊所听的人。所以教会伊毋是一个财团法人，教会嘛毋是一个公益的团体，教会伊毋那是爱利益人，佮爱荣光上帝的所在。那安尼，咱应该佮倒转来到伫圣经，就是伫《使徒行传》11章，遐有甲咱分享头一经伫讲的，就是迄个安提阿教会。所以教会又分做三个阶段。伫头一个阶段是伫耶路撒冷，第二个阶段伫安提阿，第三个阶段就是到伫罗马。所以安提阿教会是用中心，伊有延续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将福音传到伫外邦。所以对安提阿教会来看，伊就是一间迎神益人的教会。伊应该爱具备什么种的条件？我今仔日我无特别用伫遮的经文的中间，我只有将迄个迎神益人的教会有7个特征象征来甲人分享。伊需要是有信心充满的教会，是有能力的教会，是有福音结果子的教会，是有上帝祝福的教会，是有充满教导的教会。这个教会是充满有见证，这个教会是有疼心。所以这7项是啥物？信心、能力、福音的果子、上帝祝福、有教导、有见证。有疼心，所以咱要安怎会当
起做一个英雄益人的教会。可能咱讲啊，迄个教会传教者，咱8月开始，咱有咱的传教者要来。伫即段，咱无传教者的时阵，这教会就毋是吗？这个教会是毋是爱靠中职？其实教会上界大的资源伫倒落？咱们教会上大的资源伫倒落？上帝真祝福咱们教会，互咱有真大的资源，规栋这种难道的。上帝嘛祝福，无论是咱的组织结构、传统、文化，我相信这拢值得咱会甲人讲，这款真荣耀的所在。但是教会上界大的资源是啥？就是坐伫咱座位遮每一个你，恁会当拢是上帝特别好调的，所以恁嘛是咱们教会上界大的资源。那安尼，我今早起要用，咱每一个人若兴旺，咱的教会就要建造。所以我愿意凡事兴旺，这个凡事是包括心、身、灵。身躯若健壮，因为你的身躯若有病痛，你的身躯无办法做主，有可能你的心灵嘛拢同款会破病。所以身躯是上帝的殿，咱爱好好疼惜。当你热心疼主，你的心就开阔，你就会当心开阔，你会当真好客去接待，无论是基督徒，毋是基督徒，是你厝内人，也毋是，你是健康的。当你身躯兴旺的时阵，你的灵魂嘛是要醒悟，所以灵魂体就要健康。所以咱需要常常来操练咱的心心灵，爱会当敬虔操练。所以伫圣经有特别迄个但以理，伊每一日伊拢有定时的祈祷，伊无甲罪妥协，伊的灵命有见证。我相信但以理伊受掠，但是伊同款每一日祈祷。咱来甲看约瑟，伊掠到伫埃及的时阵，伊嘛是同款，每一工敬拜上帝。所以我相信一个人，伊要安怎伫性命也是人生拄着危机的时阵，伊是毋是有缘会当定时甲上帝有好的关系？伊若有，伊的个人是兴旺的。伊各方面嘛是要得到上帝和伊的祝福，所以约翰三书第二节，咱同齐来读好啊！我们用华语来。好，亲爱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旺，身体健壮，亲像你的灵魂兴旺一样。这段经文，我差不多伫30年前到伫韩国，我时阵还阁做传道，伫去韩国的时阵，顺福音教会因的大门口，我毋知恁捌去过，伊就是这段经文伫因的大门口，就是讲咱爱灵魂体拢兴旺。所以我今仔日嘛是要互咱搁一遍来思考，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逐个人若是拢得到上帝保守、看顾、祝福，咱拢兴旺的时，咱的教会
嘛要兴旺。伫头拄咱有读几段经文讲，主的道若兴旺，门徒伊就要加添；教会若兴旺，每一个基督徒伊的灵命就要进步，伊的素质就要提升。所以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因会当同心合意，为上帝的福音的事工来兴旺。头拄有机会，甲就长老因得讲，咱的教会有伫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断地发展啊，咱嘛阁有一个新的愿景甲目标，要安怎阁进入到伫学校去做传福音的工作。我相信，就是需要每一个无论咱的长执、咱的兄弟姊妹，因为咱的心，因为信仰领受上帝听，和咱会当对咱的内心感觉，我爱尽一个基督徒，我爱去为主完成迄个大使命。所以，迄个兴旺福音就是信徒的意向。伫2-3年前，台湾真在推展就是 RPG， 只要2-3人3个组织，恁就会当为着彼此来祈祷，应了解彼此伊的需要，就结连做伙，哇，会当互相分享、互相带导、互相为着每一个家庭，佮进一步用主祷文来为你所关心的事来祈祷。我相信，就是为每一个小小的基督徒开始做这个兴旺福音的事工，咱的教会就要看见迄个整个教会复兴的真重要的目标就是祈祷。因为你负上迄个祈祷的时阵，上帝灵就要伫咱的中间。所以，当迄个传福音的火点到的时阵，有夜景就要有修成。我相信，这嘛是上帝要大大祝福南门教会。所以，伫使徒行传这3段的经文内底，咱用读的华语，搁读一摆好吧？来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神的道日渐兴旺，越发广传，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当上帝的道兴旺起来的时阵，当时就是伫耶路撒冷，因搁到伫外邦的所在，所以伫遐有原爱有祭司，爱有门徒，就是去做传福音的工作。所以当有传福音的工作，这个工作做的时阵，你就要看见兴旺，因为你传福音，福音的种子就要普遍，一直传出去，主的道就要大大兴旺。人在面对顺境逆境的时阵，拢一定要得胜。所以第3方面，咱要来思考，什么种的人会当兴旺？就是正直的人，就是听主的人。这种的人，你就伫你的人生是要兴旺。所以伫圣经内底，咱有看见，特别约瑟，伊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所以咱能看见讲，哇！用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为什么爱个受关到17年久、13年久？哇！那甲看，伊是老爸雅各上疼的囝儿，所以伊拢穿迄领彩色的衫，个会晓做梦，若看起来大家人都欣赏呢。哪17岁的时阵？佮互伊的兄哥，甲卖到埃及。这种的人应当是大大受祝福，但是伊伫13年久的时阵，
伊是正直的人，伊伫遐嘛拄着真济，伊的主母要甲伊引诱，要做歹代志。伊讲我减通得罪上帝，所以伊为着无得罪上帝，伊甘愿受关押。啊，伊搁伫关押的时阵，伊搁去关心人，去替州政长、甲面包长。啊，结果伊甲伊讲，州政长，啊，你的官位若复职的时候，爱记你我哦。伊拢目应好好，啊有会记你无？袂记你啊。但是上帝是祝福正直的人，伊到伫关键的时刻，主就透过迄个州政长和迄个法老王，甲伊报即个人，一暗伊的人生改变。所以正义公义。正直公义，你是徛会牢。有当时啊，咱会感觉讲哇，啊我嘛足正直的人，啊我哪会拢受冤枉？但是正直的人，上帝会祝福伊。啊，咱甲看迄个以色，伊拢做到画剪，啊画了就互人甲伊抢去，啊伊佫画第二，啊嘛是讲抢去。啊那人讲，啊你哪会遐戆啊？啊，人就是你安尼拢互欺负，啊，你若要阁继续？我问这个时阵，无定着咱在座，你是正直的人，有可能伫你的人生路程，有当时啊，若用俗世眼光来看，你真正有够戆。但是用信仰的角度来看，无拄拄。上帝要爱你伫迄个过程的中间。有可能是嘛要操练你，有可能有上帝伫即个过程中间有伊美好之意，要安怎互你用徛伫信仰徛会牢。所以正直的人，你要凡事兴旺。再来就是疼主的人，因为主的疼你，你愿意用主的疼，你去回应，你即个疼。会影响你身躯边的人，凡事你拢会当顺利。所以，伫诗篇122篇第6节甲第7节，咱用华语同齐来读。好。伫诗篇安尼讲，要安怎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？耶路撒冷听你的人要兴旺，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将来兴旺。可能咱看到耶路撒冷最近战争，有真侪人咱会感觉讲，太安尼，哪会无平安？面对2025年。顶半年6个月过，但是这6个月，咱有看见世界有真济的变化，咱有面对真济的挑战，海峡两岸的问题，经济的问题，疫情佮升温的问题，咱想袂到的战争。一波搁一波过来，有可能你个人心灵，你嘛有拄着考验，嘛有拄着挑战。我相信，这个事有共同大家拄着的，爱面对的。昨昏7月初5，我已经毋知，我伫顶2摆有一个国中1年的。一个学生讲，伊要来找牧师，因妈妈是传道。妈妈讲，你有啥物代志找我？我无爱找你，我要找朴牧师。啊，就出来学校，爱一来尔，目屎个一直哭。啊，我讲，啊，你安怎？牧师，
你毋知影7月初5有个要大地震吗？我讲真，我毋知啊，我最近做无闲诶。我讲真诶哦，伊讲，大地震会死人呢。啊，我讲啊，你安怎？啊，我若死，我讲啊你还少年，敢会死？啊，若大地震啊，真正啊，逐个人拢死，我嘛会死啊。我讲啊，死是你安怎？因为死吼，我袂当去天堂。我讲啊，你哪会知影你袂当去天堂？因为我犯罪。我讲啊我讲你个囡仔囝尔，你是犯啥物罪？伊讲我有讲白菜。啊，我上帝叫我创啥，我拢无爱照伊诶。啊，我拢无认真读册，我读册拢上尾啊命。哇，都一件一件啦，排伊个迄个罪吼，拢排出来。我讲哇，啊你想上帝安怎？上帝袂听我，上帝一定。啊，毋过后摆爸爸妈妈拢去天堂，啊，我若伫地狱安尼，我要安怎？所以我想到遮诶时阵哦，啊伊就佫开始哭安尼，哭到安尼，我甲讲，啊，敢真正地震就会来？啊，毋过逐个人拢讲诶，迄个有缘诶啊。我讲啊，你有相信无？啊，伊转咧，我佫甲问诶一个，我讲啊，你有想要上帝会当伫你诶生命，你出世就是基督徒安尼？啊！你相信上帝要伫你诶人生要做啥？我头壳底个想到一万福宝，我相信我要甲伊讲遮个物，我有一个物件，我摕迄个万福宝来吼，啊，我去摕迄个有钻珠吼5色个呀。我讲啊，你要摕去天堂啊，要地狱吼，啊，迄个5色个吼。啊，我讲啊，若安尼时，我就将迄个甲伊。传福音，我讲啊，只有上帝互你诶祝福，啊，你要爱什么种祝福？哦，啊，我就该读头一页，你要安怎会当互你诶心灵会平安？伊也讲你不要忧虑，啊，上帝要互你诶忧虑，啊，你诶烦恼，啊，上帝拢要甲你除掉。伊佫甲我问诶，啊，我安尼祈祷，上帝敢会互我烦恼无去啊？啊，我安尼祈祷，上帝敢要互我平安？我甲问讲，啊，你有相信无？伊讲有。啊，你若相信上帝平安会互你无？伊甲我动头讲会。啊，我开始个万福宝安，伊摕一本，我摕一本，伊个缀我读安尼。啊，愈读愈欢喜安尼。啊，了我甲问讲，啊，你要搁爱倒一种祝福？哦，伊又甲我讲，我要爱若心灵平安，我要爱搁阮的家庭吼，上帝爱祝福。哦，伊就甲我搁分享，伊伫伊的家庭拄着。过来，我要爱永生。我讲哇，这一个国中1年的囡仔尔，伊就关心迄个永生的问题。到尾伊佫讲，甲伊读了呢，讲啊，牧师，啊，阮同学因拢会问即个问题吼。啊，你敢会当佫一本互我？啊，我嘛要带伊来念。啊，我念我有得到，伊嘛会得到吼。啊，了我佫来抽抽卡片。啊，我就甲伊问讲，啊，你有啥物爱感恩的？哇，我感觉讲上帝在改变一个人的心吼。我爱感谢上帝，互我是伫基督徒的家庭。我爱感谢上帝有听我的姐姐。我爱感谢上帝，互我有陪我的弟弟。啊，过来啊，感谢上帝，互我的爸爸妈妈啊，哇，啊了，这拢感谢。啊，过来，我讲啊，你有啥物爱带倒的无？牧师，后摆我嘛要读新学院。啊，我讲啊，你读册拢上无爱命，要安怎读新学院？啊，我爱个滴滴嘟嘟啊！我讲是你无爱读册，还是你无认真读册？因为我感觉读册无效啊！啊，我讲啊，你上无好的是啥？伊讲我英语读了上歹。我讲啊，毋过你要做牧师，后摆一定爱读英语的呢。啊，你要安怎？我甲伊讲了是讲，啊无咱来为着你的愿望，咱来祈祷好无？伊讲好。啊，第一，你爱倒转去，爱甲上帝求智慧，互你爱认真读册，安尼好无？甲我动头啊！啊了后时阵，伊就讲。你要读后摆要读新学院，你即间嘛爱高中毕业吧？爱去考，爱去
会考大学啊，哇，这个一个阶段，啊，你都爱安怎？伊个我答应呢，啊，结果7月初4，伊个甲我加来啊。哦，我相信伊是要甲我问讲，牧师，明天时间就到了，迄个预言的地震，啊，你甲我讲免叫我免惊，啊，这敢真正会使免惊吼？啊，我7月5号，我就佮甲伊写一寡经文互伊。啊，7月初5平安过去的时候，伊又甲我讲，谢谢牧师。其实我感觉讲，哇！毋是咱大人会因为这个整个的局势，互咱会担忧。我相信，敢若一个小小，一个预言，讲甲足，互全世界人拢足惊人的。但是，你要安怎会当互伊每一个个人，伊知影伊的信用，伊甲上帝的关系，什么人会当互伊成做伊的倚靠？咱来思考，约翰10章10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其实，咱想咱每一个人，咱的喜乐平安。其实，魔鬼伊要亲像好狮。伊要偷摕咱的喜乐，要偷摕咱的梦想，所以你有真侪理想，你的单纯，伊要甲你偷摕，伊要杀害你的性命，互你无愿望，互你真丰盛的情感，你看袂到。人甲人的关系嘛要破坏。当你互人伤害的时阵，你无办法去信任别人，所以你脑内底的记忆拢是痛苦。但是耶稣来要创啥？上帝伊要将兴旺的应允要赐予咱。伊要安怎？伊要伫咱的生命，伊要做新事。讲看，我要做一件新的事。现今你若发现，你敢毋知影？我要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。所以魔鬼伊常常伫咱无想到的所在，咱的人生有破起来的所在，伊就要甲你讲，伊就要甲你偷摕你的喜乐、你的梦想，甚至你甲上帝的关系、你甲人的关系、你甲家己的关系，你拢总会哩啦啦。但是你要安怎，佮将这个主权交到等于上帝手中，上帝要伫你的生命，要做新的事。所以伫箴言4章11节到12节，咱同齐来读来。伫咱头拄啊，伫约翰10章10节遐讲，魔鬼伊常常要拿好势要吞食你，但是你要安怎知影？注伫你的人生要开新的路，你要安怎清楚？2025年下半段要发生什么代志？咱就是爱恳求上帝，互咱有智慧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。信仰要带咱行伫正直的路，你就会当成做是一个正直的人。你所行的路，都无行伫偏差。你的人生要得到祝福，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徛罪人的路，无坐侮慢的人的位，这号人是有福气。所以你要安怎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？伫你的人生无跋倒。你就是爱隐瞒上帝话语。你若无有上帝话语，你无办法会当行伫智慧的路。所以，咱第4点要来看见教会的兴旺，
要安怎兴旺？咱需要有团队的服侍。我相信南门教会，咱有真坚固、真稳定咱的组织。咱一旦伫即个团队的服侍，咱爱定期为每一个个人来祈祷，咱爱为着每一个有需要的来提供帮助，会当常常伫即个听的集体内底，常常有好的联络。更较重要，咱拢是上帝宝贝的囝儿，要安怎以身作则。所以，伫南门教会就是一个上帝祝福的团队，大家发挥你无共款的恩赐。再来，咱爱有清楚宣教的意向。宣教就是耶稣的大使命。我嘛真感谢上帝，互我为医疗团队，我差不多有30年久，伫中基、嘉基到伫马街，我拢在做医疗团队。我65岁退休了后，过段工，上帝互我到伫道生神学院，是开始进入到伫神学教育。我才知影，哇，这间神学院叫做宣教的神学院。了，我嘛想袂到，上帝我开始去遐，佫开始教宣教学的策略。哇，以前无教的课吼，去遐定心拢爱个装备。但是，互我佫较深去体会讲，这时阵要互教会兴旺，一个真重要，就是一定要有宣教。所以我7月25到31要带阮学生吼。阮有12位要去泰国的宣教，再来，因为当你愿意去分享上帝伫你会听的时阵，毋是别人互你得到，是你伫分享的时候，上帝要互你看见，要互你无共款的眼光。所以伫遮的过程，咱的组织的坚固，就是互耶稣基督做咱教会的头。咱的经济就要真充足，互上帝的家有粮食。到未来的根基，咱已经迈入高年化的教会。我相信，咱毋那是即个政府足重视长照2.0，再来长照3.0。我相信这就是以前遮个工课拢总是咱教会在做，但是即个社会嘛开始在做。咱能想哇，社会有在做，咱教会就免做啊？毋是，上帝佮陪伴咱会当要来关心。所以我去教道生神学院，我才知影讲哇，原来道生神学院72年久，上帝陪伴的5大目标，办神学院。爱有100间教会吼，去叫7间尔啦，毋过要安怎会当个扩大？但是佫有一个就是讲，爱办老人院、老人院真正，阮有一间87层的迄个老人中心，所以阮即个就是伫神学院的隔壁，这就是会当足好去做老人的事工。这嘛是互我定心在思考讲。咱的教会要建宗，咱的理想目标要伫倒落。所以，伫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第7节，这则就讲到着因安怎透过先知教书，因安怎透过因的服侍，伫欠缺拢禁食祈祷，因安怎分派人去做上帝爱因做的工。因常常地照着禁食祈祷、换手和圣神差遣因，会当找着真侪帮手，伫传福音的事工来高举。所以因当时有巴拿巴、有扫罗参与伫因的中间，和福音的事工伫遐讲传。所以咱会当为使徒行传。安提阿教会来看见因的传福音，但是伫咱现代，咱知影魔鬼伊要
伫咱的教会要做真济拆毁的工作，但是咱要安怎用信心来面对挑战甲考验？咱就是爱来到伫兴旺的源头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和耶稣来到伫咱的中间，伊要和咱得到生命。耶稣要和咱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来领受祝福，会当拆毁魔鬼撒旦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已经太赢死神的关系，伊已经对死割活。迄个割活要和咱会当常常甲伊有结连，就是透过祈祷。祈祷甲咱内在生命结连的时阵，就是亲像以西结36章26节，咱同齐来读。来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信心。而且真重要，有可能魔鬼伫咱过去有一寡，互咱的心会因为受伤害，咱毋敢阁去疼人，那像迄个心会变做旧心。但是咱阁接待耶稣基督进入到咱的生命心，咱的心要有新的灵，要将旧心要变成做肉心。这就是啥？咱若有人伫基督内底，你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已经过，拢要变成最新的。所以咱来亲像古人神父，伊来到伫台湾，就是在改变咱。伊常常用一个操练的仪式，伊讲爱咱个常常倒转去到内在，会当互咱内在即个个人变怎兴旺。都是爱和旧心变成做肉心，会当和耶稣基督伫咱的内底成做新创造的人。再来，咱过去有受伤害，就是咱的情绪。无定定有当时啊，你看到某一个人，啊一个某一寡事，会互你忽然间足受气的，你毋知影莫名其妙。有时阵，迄就是叫做触景伤情。遐情景，那就无拄即个人，毋过过去的迄个痛苦的记忆，会互你马上掠过。但是主爱咱学习一个叫做赦免、饶恕。迄个赦免就是讲，你爱承认你捌受伤，但是你要放弃，你要报仇，你爱有正确的眼光。你愿意为对方来做祝福，你有这种的仪式，有这种主去甲你恢复迄个内在医治的时阵，你的心就会当变成做肉心，会当有开阔。这叫做寻找情绪的复原力。我相信这嘛是我常常不断在操练，因为人生咱讲的。行过50年、60年、70年，你敢无有人甲你伤过？我甲你讲一定。但是你要安怎会当用着主赦免的你去赦免这的人？相信当你愿意放下赦免的心，得到上大的头望的人，就是你家己。所以，当你拄到耶稣，你要经验疼。你的生命要转变，所以伫玛利亚，伊对忧伤变成做喜乐。遐个门徒因为耶稣伊的死，这门徒是惊吓，但是因为伊的惊吓，会安怎变成做勇敢？迄个多马，伊无看见，伊讲安尼我无信，所以伊要安怎对怀疑较有信心？所以，弟兄兄弟，你有忧伤无？你有惊吓无？对你的信仰你有怀疑无？毋茫，咱会当搁一遍去拄着耶稣，
你会当接待耶稣进入你的内心，伊的疼要改变你，互你有喜乐、有勇敢、有信心。所以诗篇34篇第8节，咱来读来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啊，你隔壁的人讲，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，确实吗？你甲对方讲，我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他是美善。我们投靠他都是有福的，所以你等于恁兜会当分享，甲你的身躯边的人讲，我是有福气的，因为我有试到主的恩典。所以今早起牧师甲咱分享，就是你一定要足清楚，咱真做基督徒，你第几代？第1代、第2代、第3代、第4代。我第4代，咱会长老第5代。你有试过主的恩典无？啊，你知影，你今仔日会当兴旺，各方面事事顺利，迄个源头是对倒落来，就是你愿意领受上帝和你的祝福。所以，上帝的囝儿拢是有兴旺的身份。咱有领受上帝应允的祝福，咱就爱常常爱宣告，爱拆毁魔鬼的作为，爱常常来宣告，透过十字架抬赢魔鬼的诡计。我相信这是爱咱逐工爱宣告，为着咱的家庭，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的台湾，为着世界。所以，南门教会兄弟拢有兴旺的身份，有啊无？你是毋是一个兴旺者？是毋是？你有领受上帝和你的祝福无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宣读来。南门教会兄姐拥有兴旺身份，领受上帝儿女身份的祝福，有信心和力量来打败仇敌。耶稣给予，真的假？有啊无？我甲你讲诶，毋是基督徒人因的信有够真啊。咱信的是真的信，毋过咱信着安尼，小可毋敢甲人分享，嘛毋敢甲人讲。啊，你所信的是大仙的、细仙的啊。人因咧拜的是拜石头啊、树啊吼，人拜甲偌真的。啊，咱又搁真，又搁活上帝，啊，咱拢毋敢讲。啊，伫你家己本身，哪像拢靠家己，也毋是靠上帝啊。所以，有可能我嘛是甲咱在座，我啊个细汉的吼，毋过我明年嘛要70岁啊。啊，我常常嘛定心思考讲，上帝，我70年来吼，你用遐尼济，你来培养我，啊来造就，啊，我会当为你做啥物？啊，这嘛是我定心，搁一遍，搁伫上帝。所以人65岁退休拢游山玩水吼，含饴弄孙。啊，我毋是诶，啊，我是退休了吼，过长工，搁是到道生新学院去面对 ATA 的评鉴，5年啊，每年要搁评鉴。所以最近嘛在想，我70岁是要搁继续聊落啊，是安怎呢？我相信，这若毋是对上帝对你有好调，我讲是，我做袂落。嘛有足侪挑战，嘛有足侪考验。但是，当咱有领受迄个兴旺的源头，咱要掠着主和咱的祝福，咱都是愿意去甲人分享。所以凡事兴旺，教会就要建造。所以南门教会的兄弟，咱拢是会当互人感动的兴旺者。
所以咱也感谢有上帝伫咱的中间。过去咱的教会嘛是71年吼，72年啊，甲阮学校8年啦，阮拢72年啊啦吼。所以我70年的时，就带阮的学生吼去真金教会去巡礼啊，因为李邦赞牧师就是台湾基督教的第1位的女牧师嘛，啊，今年嘛72年啊，所以我去到道生神人院，我嘛感觉我有使命啊，我嘛是长老教会第26位的女牧师呢，即个有500几位啊，所以我想讲，哇，上帝，我嘛是伫即条福音的行列吼，嘛是足头前的呢，要安怎用朋友？所以我相信，弟兄兄姐，你会当伫南门教会，你坐伫遮，我相信伫上帝的旨意内底，一定毋是偶然，一定有你的旨意。我听到你的使命，就是为着你的囝儿，为着你的孙啊，搁为着上帝伫你的生命内底，一定有真宝贵的，你会当甲人分享的。所以，爱让南门教会的兄姐变得怎样？更真善美。继续来领受应许，南门教会的兄姐是兴旺者，有信心的行动，活出爱。兴旺之年的梦想必定成真。只要心相信，爱就永远不止息。要恭喜咱8月14，咱新的牧师要来。我相信咱的教会要一代一代一代，会当伫咱的遮的牧者，搁有咱的长执、咱的兄弟姊妹，同心伫遮起造。所以2025年就是兴旺之年，每一个南门教会兄弟拢要领受诚恳的祝福，活出疼的信心，靠主向前行。好啊，冇？那阿头记得，万军的耶和华上帝，你就是信心、疼心、望的主。阮献上感谢，你伫72年来，你有诚恳你尽忠你的路步，你所呼召遮的囝儿来到伫南门教会，一代搁一代，阮也要看见，毋是老一辈伫即个教会，阮还阁有青少年，还阁有下一辈，遮的少年的主日学，主，你要继续来伫南门教会，伫即个地区来高举你的十字架。愿上帝你大大做工伫南门教会，阮特别也为着8月新的传教者，伊就要来到伫南门教会，和所有兄弟姊妹会当甲牧师三甲同工来形容你的福音。阮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咱来唱回应的诗，圣诗255首，圣会独一的地基，请起立。地地让人受。
请坐。即是咱来奉献，请嘉欣甲玉兰两位执事来施献。请咱三个起立，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。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，也感谢潘牧师今仔日的正道。我来小可介绍潘牧师。潘牧师是台北中会退休的牧师，那以前嘛捌担任马偕病院的院牧主任，目前伫道省新学院的学务主任。请咱为着潘牧师伫道省新学院的服侍来代祷。礼拜后请咱到地下室做伙享受爱餐。那下礼届讲道是文字传道奉献的主日，讲道的是彭兰亭牧师。第二点，第三季的行事历，还未刻着兄弟姊妹，请伫招待道来刻。财务的报告，配合年终的查销，请各团契伫7月27进前，将上半年度的校铺甲银行铺仔交到办公室。具体交通，咱恭喜本会四必赞牧师的公主四必仁甲张怡顺夫妇伫7月7日，生一个查某囝，号名叫四敬玲，真歹念。我迄感觉牧师请教要安怎念迄个名，咱恭喜四牧师。教界的消息，万福教会伫今仔日下晡3点要举行开设的感恩礼拜，地点伫双联社会福利的慈善事业基金会。第二，咱西班2025年的训练，伫7月20日下晡的2点，要伫双联教会举行，请咱县外队员来踊跃参加。苏干部双联苏干部的消息。9月24甲26要举行秋季国内的灵修，地点伫平湖的堆丰节，费用是14900块。若有意向的兄弟姊妹来甲陈丽丽的姊妹，伫7月21进前来报名。内岛的事项，目前流行感冒甲新冠的疫情，阁愈来哪严重，请兄弟姊妹若有无拄好的所在，来参加礼拜爱挂喙安。第二，请咱为着本会暑假期间的儿童夏令营敬拜团的音乐会来代祷。第三，来请咱大家为着8月17到中信牧师的就任受职的礼拜筹备来代祷。请问今仔到新来的朋友兄弟姊妹，好，若无咱三个来吟迄个来做平安礼。
上演257首，上演了后，请潘牧师来祝祷。出去，我将恁交伫三位一体上帝手中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众人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闭会。